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20，诗篇89篇15节安尼讲：为晓对你欢呼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因要对你的面发出的光来行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对你欢呼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盾牌，阮的关台，是阮的保护者甲倚靠。主啊，你的名是阮逐时逐刻要学习甲尊重的。主啊，你用全能的圣手扶持阮，你的手要坚固阮。主啊，你的宝座伫阮的面前，亲像日头遐尼久长，亲像月永远建立，阁亲像天顶确实的干净。主啊，我要伫热放中来称颂你，我要伫万民中来学习你所行的奇事甲信息。主啊，今仔会晓对你欢呼的人是有福气的，因为因要对你的面发出的光来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若时常伫主的面前，愿意来欢呼，甲称颂伊的名，就咱通对着伊面所发出的光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